弟兄姊妹，主你平安，咁歡迎嚟到第二周嘅信息。咁成個篇題係講到挪亞身上嘅生命線，改變時代嘅生活與工作。咁今日重點係講到舊約聖經一個嘅人物叫挪亞。挪亞身上面我哋看到一條嘅生命線。咁之前我哋都講過，成本聖經有兩條線，咁一個係分別知識樹個樹嘅嗰條線，咁另一個係生命樹嘅一條線。咁挪亞在神眼前嚟蒙恩，佢能夠找到呢條嘅生命線，並且能夠改變時代。咁佢改變時代係因為佢有佢嘅生活同埋佢嘅工作。咁今日我哋嚟望一望，究竟喺挪亞身上佢點樣在呢條生命線上有正當嘅生活同埋工作，好叫佢能夠改變時代㗎。我哋先嚟望今日嘅經節先，創世記第6章5節到第14節。耶和華見人在地上罪惡甚大，心中終日所思念嘅盡都是惡。耶和華就後悔造人在地上，心中憂傷。耶和華說：我要將所創造嘅人，連人帶走獸排物以及空中嘅飛鳥，都從地上除滅，因為我後悔造了他們。但挪亞在耶和華眼前蒙恩。挪亞嘅後代記在下面。挪亞是個義人，在當時嘅世代是個完全人。挪亞與神同行。挪亞生了3個兒子，就是閃、含、雅弗。全地在神面前敗壞，地上滿了強暴。神觀看全地，見是敗壞了，凡屬肉體嘅人，在地上嘅行徑都被敗壞了。神對挪亞說：凡屬肉體之人嘅結局已經來到我面前，因為地上滿了他們嘅強暴。我要把他們和地一併嘅毀滅。你要用歌斐木做一隻方舟，裏面要有間隔，方舟內外要塗上松香。希伯來書11章第7節。挪亞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見嘅事，就為敬虔所動，預備了一隻方舟，使佢全家得救，藉此就定了那世界嘅罪，並且承受了那照着信而有嘅義。咁呢度我哋就見到喺挪亞嘅時代，神見人在地上嘅罪惡甚大，心中終日所思念嘅盡都是惡，神就後悔咗做人啦。喺創世記頭嗰2章，我哋見到神起初創造天地，甚至用地上嘅塵土嚟造人。神造人嘅目的乃要佢哋有形象去代表佢，有佢嘅形象去彰顯佢，甚至有佢嘅權柄去代表佢，好擊敗佢嘅仇敵撒旦㗎。咁但係當人在地上出現之後，夏娃墮落啦，然後嚟到創世記第6章，人嘅光景係不堪嘅，甚至係地上罪惡甚大，人心中所思念嘅盡都是惡。喺度我哋感受到神係何等嘅悲傷。喺創世記第2章，神係何等嘅喜悅，因為佢創造咗佢所愛嘅人。咁但第6章嗰度呢，我哋見到嗰個背景係十分嘅邪惡。咁但係呢度呢，聖經話乜嘢呢？但挪亞在耶和華眼前蒙恩，我哋好寶貴個但字。但挪亞在耶和華眼前嚟蒙恩。挪亞唔單止係神面前攞到一點嘅恩典，咁但係呢，神呢揀選咗挪亞，賜恩俾佢，叫挪亞成為佢所事嘅。挪亞能夠成為佢所事嘅，唔係因為佢特別厲害，但係因為佢在神眼前嚟蒙恩，享受神作佢嘅恩典，甚至呢，佢承繼咗列祖嘅啟示。咁
當人墮落咗之後，神進來清理同埋審判，宣佈咗救贖嘅路。咁因此亞當喺佢自己裏邊呢揾到救贖嘅方法。然後亞伯嘅生活係牧羊嘅。咁我哋必須要知道喺嗰陣時候人係唔食肉嘅。咁因此呢，亞伯佢牧羊，佢係為着神而活嘅，因為神救贖人，啟示咗救贖嗰條路。神在佢嘅愛裏為人預備咗皮子，皮子就講到我哋必須要有祭牲。咁因此呢，救贖嘅路無他，就必須有祭牲嚟流血。咁亞伯呢，乃係過一個討神喜悅嘅生活。咁漸咗我哋見到以羅士佢呼求主名，甚至以諾佢與神同行。咁挪亞呢，佢一直嘅承繼咗列祖嗰個嘅異象，嗰個嘅啟示。喺呢一度我哋就見到第9節，挪亞係個義人，喺當時嘅世代當中，佢係一個完全人。挪亞同以諾一樣與神同行。咁但係咧，佢最蒙恩嘅地方唔係因為喺最黑暗嘅時候，地上都滿咗強暴嘅時候，佢被神挑選咗，蒙咗呢個恩典，係呢個恩典。佢最無恩嘅地方，但係佢能夠承繼咗列祖嘅異象，甚至因着神嘅憐憫同埋恩典，以致佢能夠按住神所啟示嘅嚟為神作工，轉移呢個時代。呢個係挪亞真正蒙恩嘅地方。咁然後佢喺嗰個工作度呢，佢有一個嘅建造咗一個嘅方舟，裏邊有間隔，方舟外面都塗上個松香啦。咁之後我哋再睇一睇呢，有啲乜嘢嘅預表。咁我哋先望一望今日嘅大點先。第一個大點，挪亞相信神，與神同行，討神喜悅，並享受神一切嘅所事。感謝主，挪亞喺神眼前嚟蒙恩，佢唔單止相信神，並且與神同行，佢討神喜悅，並享受神一切嘅所事。第一，撒旦敗壞人到咗極點，神決意要毀滅他，為着自己定旨所做嘅人。撒旦呢度一定係好開心嘅，點解呢？因為神創造人，乃係為咗擊敗佢嘅仇敵撒旦。點知撒旦進來敗壞咗神嘅工作，以致人敗壞到了極點。撒旦睇嚟非常嘅高興。第二，因此似乎神被擊敗啦，但挪亞只需一個主宰嘅因素，提供咗神一條嘅路，繼續執行他對人原初嘅定旨㗎。藉住挪亞，為着神呢提供咗一條嘅路，叫神能夠嚟繼續執行佢對於人原初嘅定旨。第三，藉住挪亞嘅生活和工作，神勝過咗佢嘅仇敵，並轉移了時代。咁因此我哋看住周遭環境，我哋唔好灰心，唔好氣餒。有時我哋看環境，覺得就會非常嘅荒涼，甚至背道，並沒有得勝者。咁但係最漆黑嘅環境，最敗壞墮落嘅時候，甚至神嘅眾召會都背道啦。咁但係呢，但挪亞弟兄姊妹，但挪亞在耶和華面前蒙恩，神藉住挪亞嘅生活同埋工作，佢能夠勝過佢嘅仇敵，並轉移了時代。盼望我哋都能夠渴慕做今日嘅挪亞，能夠在神嘅眼前嚟蒙恩。神能夠藉住我哋嘅生活同埋工作，可以勝過佢嘅仇敵，並轉移呢個嘅時代。第二個嘅大點，挪亞嘅生活係一個改變時代嘅生活。第一，改變時代嘅生活乃係繼續先祖敬虔之路嘅生活。咁之前我哋都講過，挪亞之前有許許多多嘅先祖，包括亞當、夏娃、亞伯、以羅士、以諾等等。咁佢哋咧喺神面前敬虔嘅活着，有佢哋嘅啟示，
看見嗰個救贖嘅路，甚至咧能夠享受神以神為恩典，與神同行嘅路。咁挪亞佢最蒙恩嘅地方就係能夠咧承繼先祖敬虔之路。因此弟兄姊妹，我哋需要過一個好正常屬靈嘅生活，然後生兒育女，正當嘅嚟教養我哋嘅下一代，以致我哋嘅下一代能夠在我哋嘅肩膀上邊承繼呢一啲嘅啟示同埋異象，叫佢哋都能夠有一個正當嘅生活同埋工作，轉移呢個嘅時代。我哋必須要強調一件事，神嘅眼目已經看見國度啦。喺魏托生弟兄嘅年代，佢都已經宣告神嘅眼睛已經看見國度啦。神正在等待一代又一代嘅人能夠成為今時代嘅挪亞，喺佢面前有正當嘅生活同埋工作，成為轉移時代嘅一人，帶進呢個嘅結出呢個嘅世代，帶進國度㗎。第一個嘅終點，改變時代嘅生活乃是繼續先祖敬虔之路嘅生活。第一個嘅笑點，挪亞承繼了亞當得救嘅路，接受基督作為女後裔嘅應許，並接受基督作為使神滿足之義嘅遮蓋。咁就主，雖然我哋喺神面前顯得赤身露體，咁但係呢，我哋需要接受基督作為使神滿足之義嘅遮蓋，有基督就有遮蓋啦。弟兄姊妹，憑住我哋喺我哋自己裏邊，我哋並不能夠做什麼能夠蒙稱義，甚至使神喜悅。咁但係我哋藉住承繼列祖嘅異象，知道基督能夠使神滿足之義嘅遮蓋，我哋就能夠穿戴基督活喺神嘅面前。第二，挪亞承繼了亞伯獻祭嘅路，就是將基督獻給神，不僅使佢作贖我哋罪嘅祭物，也作討神喜悅嘅禮物。感謝主，我哋需要看見亞伯所看見嘅，要將基督獻俾神，作贖我哋罪嘅祭物，並作討神喜悅嘅禮物。喺同一個時代當中，我哋見到除咗亞伯之外呢，仲有該隱。該隱因為自己所做嘅惡，最尾把亞伯殺咗啦。點解呢？因為佢所做嘅並不蒙神喜悅，因此佢心裏邊非常嘅妒忌，甚至有怒火中燒，以是生出罪惡嘅念頭，將佢亞伯殺咗。咁最做咗啲咩事呢？就係將佢養生嘅東西，就係佢喺地上面勞苦所種嘅蔬菜獻過俾神。咁但係呢個並不是神所喜悅嘅嘢嚟嘅。神佢定規咗救贖嘅路，並且藉住人一直嘅與神有來往、交通，與神同行，以致我哋能夠藉着啟示知道神所命定嘅路係一條咩嘢嘅路。就好似如果一個人佢唔食一樣嘅東西，你覺得好好食都好，你一直咁煮呢樣嘢俾佢食，佢唔會開心嘅。同樣嘅情況，神係需要祭牲嚟作我哋贖罪嘅祭物，我哋必須要按住神嘅法則去獻東西俾神。第三，挪亞繼承咗以挪士呼求耶和華嘅路，享受佢一切嘅所使。咁我哋都知道人係脆弱必死嘅，因為人犯咗罪，虧缺咗神嘅榮耀，以致死就遍及眾人。以往人係好長命嘅，咁但係咧點樣長命都好咧，人終究都不能夠逃離死亡。咁因此有一次亞歷山大大帝佢東征西討，非常顯赫嘅一個西方嘅皇帝。咁但係咧佢30幾歲就要遇見死亡啦。咁因此佢吩咐人咧喺墳墓嗰度咧整2個窿，喺嗰個coffin 喺個棺材嗰度整2個窿，讓2隻手伸出去。意思係乜嘢呢？意思就講到話咧，我空空嘅，乜都冇帶到嚟呢個世界上，我都乜都冇離開呢個世界。無論我嘅戰績幾咁彪炳，成就幾咁顯赫都好，我都係空空嘅嚟，空空嘅去。
咁人係脆弱必死嘅，咁因此以羅斯看見人係脆弱必死嘅時候呢，佢就開始呼求耶和華嘅名，享受佢一切嘅所事。弟兄姊妹，我哋事不宜遲，我哋一齊嚟呼求主名先。主耶穌，主耶穌，主耶穌，我哋並不需要一大堆關於呼求主名嘅理論，我哋只需要每一日單單嘅人嚟呼求佢嘅名，嚟享受佢。咁我會建議弟兄姊妹一起身，第一件事來到主嘅面前，安靜嘅喺佢面前，喺佢同在裏呼求10聲，主耶穌，主耶穌，主耶穌。唔好有任何嘅旁騖，亦都唔好被任何憂慮所打擾我哋，一直喺佢面前享受佢嘅同在，一直呼求佢嘅名。我哋呢要享受佢一切所示嘅。第4，挪亞承繼咗以諾與神同行嘅路，就是接受神作我哋嘅中心同埋一切，照着神並與神一同生活，並在一切事。咁我哋看見以諾佢不見死，點解？因為佢與神同行。我哋怎能夠與神同行呢？係咪夾硬將神拉到去我哋嘅程度，叫神遷就我哋同我哋一同生活呢？唔係嘅。如果我哋要與神同行嘅話，我哋必須要個程度係一樣嘅。其次呢，有共同嘅目標，以佢為我哋嘅中心同埋一切，我哋才能夠與神同行，過咗一個呢神我共同生活並一同作事嘅生活㗎。如果唔係嘅話呢，就係佢有佢做，我有我做，就算喺埋一齊都好啦，好似心不在焉一樣嘅。真正嘅與神同行係呢，以神作我哋嘅中心同埋一切。弟兄姊妹，我哋必須要大聲疾呼咁講，我哋要與神同行，我哋就必須要以神作我哋嘅中心，作我哋嘅一切。我哋嘅生活，我哋嘅家庭，我哋嘅兒女，我哋嘅職業，我哋嘅前途同埋我哋嘅錢財都唔係我哋嘅中心，唔係我哋嘅一切。神先係我哋嘅中心同埋我哋嘅一切。弟兄姊妹，我哋需要照着神並與神一同嘅生活，並作一切事，這才是真正嘅與神同行。第2，神給挪亞看見他所活在其中之敗壞時代嘅真實光景。咁如果我哋冇看見嘅話，我哋還以為呢個時代真係太好啦，科技又發達，人嘅生活質素又提高，甚至智力、知識都達到一個史無前例嘅水平，我哋會覺得呢個時代真係好啦。神俾挪亞看見嗰個敗壞時代嘅真實光景，因此我哋都需要蒙主去憐憫看見呢個時代敗壞嘅光景。當你走到街上，走許許多多邪污嘅東西，你知道我哋嘅嗅覺嘛？如果喺個地方突然間有啲臭味起初會聞得到嘅，咁但係我哋嘅嗅覺咧，慢慢咧就會 selectively 選擇性地聞唔到嗰種臭味嘅。咁我哋習慣嗰種臭味，但聞唔到嗰種臭味，一直喺個臭味當中就臭味相投。咁同樣嘅，因為我哋在世界當中活多咗、活耐咗，習慣晒，因此我哋完全唔知道呢個時代係幾咁敗壞嘅。我哋何等需要呢個恩典？我哋冇恩典，我哋就會失敗啦。我哋冇恩典就會退後啦。我哋冇恩典甚至會墮落。我哋冇恩典就會被敗壞。愛呢個世界，千祈唔好以為喺我哋自己裏面，我哋好剛強，好愛主，能夠一直嘅嚟愛主，在照生活嚟講去侍奉主，去愛弟兄姊妹，唔係嘅。有時候跌倒都係一件好事嚟嘅。我並唔係話喺度鼓勵弟兄姊妹你需要走去跌一跌，唔係啊。咁但係咧，有時跌倒，我哋就被逼去到主嘅面前，所以問一問主啊，點解我會跌倒呢？點解我會退後呢？點解我會離開教會生活呢？點解我失去咗你嘅同在呢？點解我對你再冇嗰種新鮮嘅享受呢？
點解呢？一直要前和主，要問個明白，問個究竟，主就會喺我哋嘅禱告當中，喺個讀經裏邊，喺聚會當中咧嚟啟示同光照，叫我哋看見，某一次你為主說話之後，你暗地裏你驕傲啦，你覺得自己有異象有啟示比別人好啦，以致我容許撒旦嘥你，俾你失敗。目的係乜嘢？叫我哋看見我哋其實能夠成為今日這樣嘅人，係因為神嘅恩典。我能夠為着主係神嘅恩，我能夠站住係神嘅恩，我能夠與神同工係神嘅恩，我能夠有份於呢個建造係神嘅恩，一切都係神嘅恩典。弟兄姊妹，我哋今日成為咁樣嘅人，係因為蒙神恩，神恩係我哋嘅一切。因此我哋能夠藉着神嘅恩，以神為我哋嘅中心同埋我哋嘅一切，並照着神與神一同嘅生活同埋作一切嘅事。第三個嘅大點終點，但挪亞在耶和華眼前蒙恩。當撒旦盡力把局面破壞之後，總有一些人在神眼前蒙恩，成為轉移那時代嘅人。創世記嘅記載主要嘅目的不是要表明墮落，乃是要表明神嘅恩典能為墮落嘅人作那麼嘅多。必須要記得嗰陣時候嘅背景非常嘅敗壞，非常嘅墮落。咁目的唔係講到嗰個時代係幾咁衰，幾咁落後，幾咁蒙神眷顧。目的係講到呢，我哋呢一班墮落嘅人如何能夠藉着神嘅恩典，能夠呢成為一班轉換時代嘅人。唔係我哋好，但係神嘅恩典夠用。無論我哋嘅情況幾咁墮落，幾咁失敗，幾咁污穢不堪都好呢，神嘅恩典係夠我哋用嘅。弟兄姊妹，我哋千祈唔好睇我哋自己，亦都唔好受撒旦嘅控導。當我哋睇自己嘅時候，我哋會總會覺得我哋太軟弱啦，太敗壞、太污穢、太不堪，我哋真係唔配呢個恩典啦。我哋仲以為自己好謙卑，其實唔係啊！我哋呢仲有撒旦嘅詭計，我哋都唔好接受撒旦嘅控告。撒旦一直喺我哋良心裏邊控告我哋，叫我哋不能夠坦然無懼來到神嘅面前。希伯來書點樣講㗎？我哋需要坦然無懼來到施恩嘅寶座前。第一件事，神嘅寶座乃係施恩嘅寶座。神嘅寶座唔係定罪嘅寶座嚟噶，唔好讓撒旦喺我哋裏邊抹黑神嘅形象。撒旦一直會呢度嗰度滲透一啲嘅思想，講俾你聽，神唔中意你啦，神要審判你，你得罪神啊！神要定你罪啊 ？No， 唔係噶。神嘅寶座佢係寶座，但係呢個係恩典嘅寶座。神樂意將恩典嚟施俾我哋噶。咁因此我哋需要咧坦然無懼。點解能夠坦然無懼呢？因為血已經流出啦，更貴嘅血來自更貴嘅物。從前舊約當中祭牲嘅血都能夠洗淨我哋嘅罪，更何況係神兒子嘅血。我必須要大聲疾呼嘅再講，喺神兒子嘅血已經流出嚟啦，並且佢在聖靈裏邊將自己無瑕疵嘅獻上，一次嘅作成呢個嘅救恩，以致我哋能夠全天候24小時坦然無懼來到神嘅面前。我哋必須要講，無論我哋幾咁污穢、幾咁敗壞、幾咁不堪都好，有主嘅寶血隨着有功效，我哋就能夠咧冇半點嘅陰翳，冇半點嘅陰影喺我哋良心裏邊。我哋可以坦然，可以無懼來到神嘅面前。神自己就係我哋嘅真恩典，我哋需要神啊！弟兄姊妹，唔好離開啊！來吧，多啲來吧，來吧，來到教會生活當中，來到弟兄姊妹當中，來到神面前，佢係願意施恩典俾我哋嘅。恩典就係神自己，神嘅同在俾我哋嚟享受。B 對主作恩典嘅享受，那是與那些愛佢嘅人嚟同在噶。主耶穌
主耶穌基督嘅恩典作為三一神全備嘅供應，使我哋藉住操練我哋人嘅靈所享受㗎。啲神嘅話係恩典嘅話，咁因此我哋需要多多嚟讀神嘅話。其實神嘅話係恩典嘅話。我哋在一嘅立場上與聖徒一同聚集，就經過過程嘅三一神作生命嘅恩典。咁因此我哋千祈唔好離開弟兄姊妹。我再講，我哋千祈唔好離開弟兄姊妹。離開咗弟兄姊妹，我哋就冇與神同心。神嘅心喺邊度呢？神嘅心喺佢所愛嘅人中間。我哋就係神所愛嘅。離開咗弟兄姊妹，我哋不能夠與神同在，因為神就在弟兄姊妹中間。我哋只能夠與神同行，我哋不能夠勉強神去過我哋嘅生活。神今日在弟兄姊妹中間，我哋都需要回到弟兄姊妹中間，在弟兄姊妹嘅中間嚟一同享受神作我哋嘅恩典。第 F， 我哋在苦難和試煉當中能經歷主作我哋加增並全豐全足嘅恩典。我哋需要在主恩典嘅能力裏為主去受苦嘅。H， 我哋需要作神諸般恩典嘅好管家，憑着恩典嘅大能、恩典嘅力量和恩典嘅生命，我哋能與神並與彼此是對嘅恩典就產生義啦。咁我哋在自己生活當中都必須要做神諸般恩典嘅好管家。今日要問嘅並唔係我哋用咗幾多時間去傳福音，用咗幾耐去牧養聖徒，幾多次去申言，唔係㗎。今日我哋要問，我哋把人帶到召會當中，我哋乃係將佢哋嚟建造，點能夠有真正嘅建造呢？乃係將呢位經過程並終極完成嘅三一神嚟供應弟兄姊妹。弟兄姊妹，我哋必須要問一問我哋自己，究竟我哋有冇將三一神供應俾人呢？還係我哋只係做一啲嘅工作，將呢啲嘅知識道理傳輸俾人，叫人哋明白，就係咁樣樣呢？唔係㗎，我哋必須要將三一神嚟供應俾人㗎。我哋點能夠將三一神嚟供應俾人作恩典嘅好管家呢？除非我哋係那一個享受恩典嘅人。弟兄姊妹，你享受恩典嗎？神叫你返嚟，唔係叫你去勞苦嘅，亦都唔係叫你唔去勞苦啊。因為保羅佢話呢，佢比眾使徒都格外勞苦，但佢竟能夠格勞苦呢，唔係因着佢，但係因着佢所享受嘅恩典。因為神嘅恩，成為佢今日咁樣嘅人。因為神嘅恩典，佢格外勞苦，但原唔係佢，乃係神嘅恩。咁因此呢，我哋要成為恩典嘅好管家，按時分糧，甚至能夠一直嘅殷勤，一直嘅努力，一直嘅勞苦，但係要更多嚟享受神作我哋嘅恩典。弟兄姊妹，你享受神嗎？享受神嘅結果，當然就會供應三一神俾需要嘅人啦。憑着恩典嘅大能、恩典嘅力量和恩典嘅生命，我哋能與神並與彼此是對嘅恩典就產生義啦。第三個嘅大點，挪亞嘅工作係一個改變時代嘅工作。神給挪亞嘅係包羅萬有嘅啟示，更進一步嘅啟示，建造方舟嘅啟示，就是神要結束敗壞世代，而帶上一個新時代嘅路。咁神呢係俾挪亞一個包羅萬有嘅啟示，同埋一個進一步嘅啟示。點解我哋特別講呢個進一步嘅啟示呢？因為之前呢，我哋見到亞當夏娃、亞伯、以來士、塞特、以諾等等嘅列祖，咁喺佢哋身上面都有佢哋嘅啟示，同埋時代嘅進步。咁挪亞繼承咗先祖嘅呢啲嘅異象同埋啟示，甚至佢有進一步嘅啟示，看見神佢要有工作嘅。工作係點樣樣呢？就要建造一個嘅方舟，神要得着一個嘅建造。舊約嚟講，神嘅建造就係一個嘅方舟。我哋必須要知道神要得着嘅建造，我哋嘅神佢係建造嘅神，我哋嘅神亦都係被建造嘅神。喺
約翰福音第一章第一節，我哋就見到太初有話，話與神同在，話就是神。然後呢，第14節至到到呢，這話成咗肉體，豐豐滿滿嘅有恩典有實際。我哋又見過佢嘅榮耀，但係正是獨生子嘅榮耀。好啦，話係基督，基督成為咗肉體，成為一個人。咁因此呢，呢位建造嘅神將神性帶到人性裏。佢在地上生活咗33年半，佢係一個活動嘅帳幕，係人遇見神嘅地方。佢有神人二性，然後藉住佢嘅死與復活，將人性帶咗去神性裏。因此，我哋嘅神佢唔單止係建造嘅神，將神性帶到人性裏，藉住死與復活，佢將人性帶到神性裏。我哋嘅神亦都係被建造嘅神。今日神要得着一個嘅建造，但係有神性、人性，係一個神人二性嘅調和，盼望我哋都能夠看見呢個嘅異象，承繼先祖嘅啟示，看見今日神所要嘅，乃係一個嘅建造。咁但係我哋怎能繼續啟示呢？我哋就翻返轉頭啦，就需要咧承繼翻先祖嘅異象，與神同行，以成為我哋嘅中心同埋一切。方舟係基督嘅預表，不僅預表個人嘅基督，也預表團體嘅基督。召會就係基督嘅身體同埋新人，要終極完成於聖耶路撒冷。方舟嘅預表講到團體基督嘅建造，是藉着與神同工嘅人，以基督之豐富嘅元素為材料建造嘅。咁因此我哋需要咧與神同工，將基督豐富嘅元素作為建造嘅材料，建造呢個基督嘅身體。因此我哋需要咧向弟兄姊妹更多嘅供應基督。弟兄姊妹，我哋有基督嗎？當然有啦，係咪？我哋怎能夠話我哋冇基督呢？咁但係我哋嘅交通有冇有基督呢？我哋必須要咧以基督為嗰個豐富嘅元素為材料嚟建造團體嘅基督。第一建造就是把基督作到人裏邊，並憑基督將人建造在一起，成為神在肉體嘅顯現。咁記得我哋要將基督作到人嘅裏邊，並將人呢同基督建造在一起，成為一個團體嘅彰顯。呢個團體嘅彰顯被建造嘅基督嘅身體，就係神在肉體嘅顯現。因此咧，引經嘅部分就講到提前3章15同埋16節，咁弟兄姊妹都非常嘅熟嘅，就係大哉敬虔奧秘，無人不以為然，就係神在肉體顯現。咁咩意思呢？就係乜嘢叫敬虔嘅奧秘呢？係咪外面有一種好敬虔嘅樣就叫敬虔嘅？No，根據呢節聖經，我哋知道呢，就係神在肉身顯現，就係敬虔嘅奧秘。咁神在肉身顯現就係呢個個人嘅基督，成為團體嘅基督。呢個團體嘅基督係基督嘅擴大同埋擴增，係神在肉體嘅顯現。我哋工作中很重要嘅一件事係將建造同埋被建造嘅神供應到人裏邊，好使三一神能將自己建造到他們全人裏面。我哋需要實行一件事，就是將經過過程並終極完成嘅三一神供應到人裏邊，使佢能將自己建造到他們裏面嘅人類。我哋需要禱告，求主教導我哋這樣作工。藉着建造召會並進入召會生活，我哋要從神用大災難對今天邪惡世代嘅審判蒙拯救，並要從那世代分別出來，而被引進新嘅時代，就係千年國嘅時代。但我哋都能夠從挪亞嘅例子，如挪亞一樣，能夠在神眼前嚟蒙恩，有份於今日嘅建造，將神同埋基督嚟供應，叫我哋都能夠成為團體嘅彰顯。希望今日嘅分享能夠幫到弟兄姊妹。拜拜。